我跟你讲，我有小撇步，我教你。看好哦，好，知。番麦甲换咧，啊菜倒夹咧，夹，安尼，一倒了，一倒了，甲变过来，变过来，嘿，好，2、3，哎，真正会当安尼？迄毋是讲我会你好晓，强哦你遮尔水嘛，应做优雅，甲这个番麦倒。哎，即马要倒番麦，你已经会晓。会晓啊，若要破冰呢？安尼啊？哎，是迄番麦还未破好，我今日一支砖头伫遮。哦，是哦，你会撇步吗我？当然嘛有，啊，这番麦若要破冰哦，真简单。安那简单，你有撇步吗？灶骹的夹刀，有一支就会用去。嘿，来，番麦个摕咧，啊这夹刀为中夹拄了。拄了。噔，你看，可以啊是不是就开啊？嘿，安尼真简单。